前幾日咧，中共元老宋平啊，109歲瓜老襯，呢啲人渣魔頭啊，都唔知換咗幾多器官。我諗起我老豆啊，機關單位處級幹部，依家轉咧每個月轉費用係4到5萬蚊，仲未計護工費，護工費都成皮嘢㗎啦。咁可惜咧，佢係處級幹部啊，爭一級。咁如果再上一級咧，就局級幹部，咁先有單人病房。佢處級咧就只能夠住普通病房。咁啊，3個病人逼埋一間房，吊住條命。你話處級好低級啫，但係好多人唔知道啊。派出所所長啊，都係處級嘅啫。一個派出所計埋出邊請啲臨時工去做線人啊，都係有500個人。一個所長咧喺方圓幾公里啊，係土皇帝嚟嘅。淨係一個副所長年收入都過百萬，一個處級幹部，最後收尾幾年都只係住普通病房咁嘅待遇。好在佢係每月嘅費用咧可以報銷90%，即係話90%費用咧係廣州市民納稅人出嘅錢。咁我老豆唔係貪官咧，如果係貪官咧，我就唔使搞到咁兜踎，我仲可以申請避難啊，就要遠走他鄉。你再睇翻中共元老宋平啊，佢喺共產黨睇上來做得上去嘅，都係啲人精嚟嘅，好似李克強咁啊，好人死得快。宋平呢啲柒頭用全中國人嘅血汗錢養到佢109歲，使到至少1個億，我都覺得有可能。呢啲冚家富貴。